好，係咪都差唔多？好，差唔多啦嚇。好，再一次歡迎各位傳媒朋友出席我哋今日申訴專員公署嘅新聞發佈會。咁今日我哋會有一個主動調查行動報告發表嘅，係有關於政府對於建造業職業安全同埋健康嘅監管。咁今日為我哋主持呢個新聞發佈會嘅係我哋嘅申訴專員陳積志先生，將時間交俾陳專員。各位傳媒朋友早晨，我今日公布嘅主動調查行動報告係關於政府對建造業職業安全同埋健康嘅監督。近年建造業工程，無論係大型嘅公務工程、興建樓房、大廈維修，以至小型嘅家居內部裝修工程，屢有發生致命嘅工業意外。喺2018至2023年6年之間，建造業總共發生咗108宗致命嘅工業意外，佔所有行業發生嘅致命工業意外呢係超過80%。生命無價，致命嘅工業意外絕對係一宗都嫌多，問題必須嚴肅處理。呢項主動調查行動係可以講係我哋公署多年以嚟最大規模嘅主動調查行動。我哋嘅調查人員詳細審閱咗多達40箱嘅文件，總共超過9萬幾頁，當中包括接近70個嘅獨立個案，亦都派員多次進行各種類型同埋仔細嘅實地視察，全方位多角度深入審研呢個課題。呢份連附錄接近200頁嘅共12章嘅報告，係公署歷年來最詳盡、提出最多建議嘅報告。喺進行主動調查行動期間，公署留意到現屆政府着實積極採取多項針對性嘅措施，改善同埋提升建造業嘅職安健，包括勞工處修訂職安健法例，大幅度提高準罰則，加強阻嚇力，修訂工作安全守則，加強技術嘅要求，以及多次進行特別嘅執法行動，遏止唔安全嘅作業。屋宇署亦都優化咗承建商註冊續期嘅審批嘅機制，以及制定修改建築物條例嘅建議，加強對承建商嘅規管。發展局呢亦都有加強規管高務工程嘅認可名冊上安全表現欠佳嘅承建商，並且大力推廣安全智慧工地系統嘅應用。對此，公署係表示高度嘅讚賞。但係可惜，工業意外呢仍然不斷咁發生。每一次發生工業意外，都令人悲傷同埋痛心。為咗保障工人嘅安全，政府當局每一刻對每一個工作嘅細節都絕對唔能夠鬆懈。公署透過今次嘅主動調查行動，就9個大範疇向勞工處、屋宇署同埋發展局提出合共40項嘅主要改善建議。我會同大家講下其中幾個嘅重點。首先係針對高風險作業嘅規管，例如竹棚架、吊機、吊運等呢啲裝置或者機械，根據法例呢，必須由合資格嘅人或者合資格嘅檢驗員，以下我哋統稱合資格人士簽署指定嘅表格，確認安全呢，至可以俾工人使用嘅。公署嘅調查發現，有多個嘅個案，合資格嘅人士未有妥善檢查裝置或者機械，就貿然咁簽署表格確認安全，甚至一次過預簽多張嘅表格。例如合資格人士必須簽署棚紙，確認竹棚架係安全嘅，至可以俾工人使用。但係公署人員發現
棚子上顯示嘅檢查日期呢，竟然係一個未來嘅日子。喺調查期間，公署人員呢亦都曾經隨同勞工處嘅職安主任到某一個私人大廈有竹棚圍封嘅天台進行實地嘅視察。職安健主任檢查棚架上嘅棚子，合資格人簽署確認已經檢查棚架，而佢嘅結果係話檢查係棚架係處於安全嘅操作嘅狀態。但係檢查日子嗰一欄呢，竟然係寫上視察當日之後2日嘅日子。此外，公署甚至發現驚人嘅個案，棚架呢未搭建完成呢，合資格人士呢竟然已經事先簽署咗棚子。呢個個案涉及有住宅嘅單位需要喺外牆搭建吊棚，以進行更換外牆去水喉嘅工程。勞工處喺23年7月接獲投訴之後進行調查，合資格人士呢向該處承認有一張佢喺6月簽署嘅棚子，即係喺搭棚之前已經簽署咗呢個棚子。公署認為呢啲事先簽署棚子確認棚架安全嘅行為呢，簡直係荒唐嘅。呢啲合資格人士通常會跟勞工處多番解釋，辯稱自己只係一時唔小心寫錯日期。喺得悉問題之後呢，已經馬上作出糾正。但係無論勞工處曾處理嘅投訴或者公署嘅實地視察，都發現呢啲預先簽署表格嘅情況呢，係實在令人難以相信。呢啲咁多呢啲合資格人士都只係一不小心寫錯日期，亦都令人不禁懷疑呢預簽嘅情況呢係咪普遍嘅存在？呢啲棚架有份經過確認安全呢，確實係十分成疑嘅。勞工處亦都曾經喺一個調查一宗涉及起重機嘅致命工業意外，發現有2名身為註冊工業工程師嘅合資格檢驗員喺唔同嘅日子當中，包括喺風暴之後簽署數張嘅指定表格，講明相關起重機係處於安全操作嘅狀態，但係佢哋其實係並冇進行所需嘅測試同埋檢驗。佢哋嘅失職行為可能直接導致寶貴嘅人命傷亡。公署認為呢，必須嚴肅追究佢哋嘅刑責。呢啲合資格人士未有認真咁去檢查，甚至係完全未有作出任何嘅檢查，而唔負責任咁簽署證明設備安全嘅表格，罔顧工人同埋大眾嘅安全，辜負咗社會嘅付託同埋期望。佢哋係必須受到法律嘅制裁、社會嘅唾罵。公署認為勞工處必須多管齊下，加強監察，包括研究就各種高風險作業制定檢查清單嘅範本，要求合資格嘅人士備存檢查嘅記錄，引入抽查嘅機制等。長遠嚟講，勞工處呢亦都應該研究建立電子平台，供承建商同埋合資格人士上載佢哋檢查嘅記錄同埋表格，以方便監察同埋突擊嘅抽查，杜絕預先填寫檢查日期等唔專業甚至係刑事欺詐嘅行為。其次，公署亦都發現違反職安健法例嘅懲處亦都過低。喺2018至2023年間，每年滿宗定罪嘅個案嘅平均罰款呢，只係介乎8000蚊至15000蚊。相對高昂嘅工程費用同埋巨大嘅金錢收益，區區幾千蚊阻嚇力明顯係唔足嘅。其中被定罪最多嘅承建商呢，喺上述6年之間呢，竟然係被定罪77次之多，而被定罪第2多嘅承建商呢，亦都有56次。可以睇到部分頑劣嘅建造業承建商顯然呢係慣犯，佢哋根本係視法律如無物，漠視職安健嘅程度呢係令人震驚嘅。公署欣悉今屆政府完成修訂職安健法例，
並且已經喺23年4月底就生效，大幅度咁增加罰則同埋延長檢控嘅時限。鑑於新罰則嘅實施時間都係尚短，勞工處呢係應該喺新罰則實施一段時間之後進行系統性嘅分析，檢視處方嘅檢控工作嘅成效，同埋法庭就定罪個案所頒布嘅刑罰。第三方面係有關屋宇署嘅工作。屋宇署係承建商嘅註冊當局，可以對違規嘅承建商採取紀律處分。自2002年起，屋宇署同埋勞工處係訂立咗轉介嘅機制。勞工處每個月會向屋宇署提供違反職安健法例而被定罪嘅個案嘅一覽表，而屋宇署應該係按既定嘅準則考慮對承建商進行紀律嘅處分。不過，公署發現多年嚟屋宇署一直係遺漏處理呢啲勞工處轉介嘅個案。喺2011至2021年嘅10年間，房屋署呢只係曾經向一間承建商採取過一次嘅紀律處分。公署呢曾經詳細了解點解多年以嚟屋宇署都會遺漏處理呢啲個案呢？紀律處分機制之下呢，有兩個準則嘅。第一個準則係承建商喺同一段時間之內多次觸犯工地安全法例，而第二個準則呢，就係承建商係因地盤發生致命事故而被定罪。只要承建商觸發其中一項，屋宇署呢就可以進行紀律處分。公署發現過去10幾年，屋宇署每個月收到勞工處提供嘅定罪個案一覽表之後，只會分析有冇承建商觸犯第一項嘅準則。剛才所講嘅唯一一次嘅進行嘅紀律處分嘅個案呢，就係觸犯第一個準則嘅個案。而第二項準則即係涉及致命事故嘅承建商，屋宇署呢係每個月會收到勞工處嘅轉介，之後竟然係完全冇跟進。屋宇署解釋，就觸犯第二項準則嘅個案，過往呢一直誤解以為勞工處呢除咗每個月提供嘅定罪個案嘅一覽表之外呢，亦會主動提供每一宗個案嘅詳細資料俾屋宇署分析，因此冇作任何嘅跟進。公署認為屋宇署因為錯誤理解轉介機制下與勞工處交換資料嘅程序，而多年嚟呢係遺留跟進紀律處分嘅個案，係絕對唔理想嘅。此外，剛才所講嘅唯一一個嘅紀律處分個案呢，係一宗喺2009年發生嘅致命嘅事故，但係要拖到2015年，即係6年之後呢，至完成紀律嘅處分。公署分析咗事件嘅經過，發現當中有多處嘅延誤，包括屋宇署喺收到勞工處嘅轉介1年之後呢，至完成分析，並且要求勞工處提供詳細嘅個案資料。但係喺獲得呢啲資料之後呢，又要1年之後呢，至徵詢法律意見。呢啲都係顯示紀律處分都係好冗長，同埋效率係好低嘅。有幸屋宇署對公署嘅觀察從善如流，署方呢已經喺公署完成呢個報告之前實施咗處理紀律處分個案嘅時間指標，並且正喺度盡力跟進過往遺留嘅個案。喺徵詢法律意見之後呢，會陸續將呢啲需要展開紀律處分嘅個案轉介俾承建商紀律委員會處理，讓呢啲違規嘅承建商呢係得到應有嘅懲處。喺第4個方面呢，係關於公務工程。數據顯示呢，政府嘅公務工程呢嘅工地安全嘅表現呢，顯然係較整體建造業為佳嘅。呢個絕唔係僥倖，實在係政府有關部門監管之功。但係雖然係咁，公署認為呢仍然有可盡善嘅地方。公署抽選咗12個喺2020至2023年期間發生致命工業意外嘅公務工程嘅項目，審研咗涉承建商即係中標者
喺標書評審中喺工地安全表現有關嘅分數。公署發現喺多個嘅項目中標者呢，喺工地安全相關嘅分項表現呢係較弱嘅，甚至喺所有投標者之中排行最低嘅。但係仍然能夠憑住價格相宜或者其他技術項目嘅評分高而成功係攞到合約。例如報告中提及嘅工程合約 G， 中標者嘅表現分數得分喺15名投標者之中呢，只係排行第9，安全分數呢，得分排行係第8，過往整體表現得分呢，則排行第10，但係因為佢嘅價格得分排行第1，而價格所佔嘅比重呢係60%，因此呢成功投到合約。公署留意到安全分數呢項嘅滿分呢係10分，中標者嘅得分雖然只係排行第8，但都有8.5分。呢個分項排名第1嘅投標者呢係有10分，兩者只係相差1.5分。雖然公署未有發現公務工程嘅標書評審出現價低者得嘅普遍系統性情況，但係從公署審研嘅個案可以睇到，現行嘅標書評審制度的確未能充分考慮到投標者過往嘅工地安全表現，而原因係工地安全有關嘅評分項目呢所佔嘅分數呢都係唔高，而投標者之間嘅分數差異亦都好輕微，難以影響整體嘅評審結果。公署亦都欣悉喺公署進行主動調查行動期間呢，發展局呢已經開始引入新嘅標書評審制度，因應承建商嘅過往工地安全表現，設立可加可減嘅機制。公署建議發展局繼續適時檢討公務工程標書嘅評審制度，確保只有安全表現水平達到標準嘅承建商呢，至可以投到項目。最後係有關科技應用同埋宣傳教育方面。近年發展局致力推動建造業界廣泛應用安全智慧工地系統。現時合約價值超過3000萬嘅工程合約，必須採用安全智慧工地。數據顯示，應用呢個系統對提升公務工程嘅工地嘅安全帶嚟正面嘅作用。發展局同建造業議會亦有推出唔同嘅措施，推動私人發展項目應用安全智慧工地。公署建議發展局應該喺推行各項推廣措施一段時間之後，檢視安全智慧工地嘅應用情況，並且針對業界提供嘅意見，鼓勵同埋支援私人建築地盤更加廣泛咁應用系統，利用科技提升工地嘅安全。至於宣傳教育方面，公署留意到喺2018年至2023年6年間，總共有45宗涉及裝修同埋維修工程嘅致命意外，佔建造業所有致命意外嘅42%，比例唔低。公署從個案研究同埋實地視察，都經常發現裝修同埋維修工程嘅安全措施係非常之不足，工人以至物管公司、業主同埋住戶呢，仍然欠缺基本嘅安全意識。公署理解到全港裝修同埋維修工程嘅數量十分之龐大，實在難以單靠勞工處確保呢啲小型工程嘅安全水平。物管公司、法團、業主以及住戶都應該發揮共同監察嘅角色。事實上，物管公司、法團、業主同埋住戶喺職安健法例之下呢，亦有具體嘅法律責任。若果意外發生，佢哋都可能遭民事嘅索償，甚至要面對刑責。公署認為勞工處呢係應該透過大眾嘅宣傳同埋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嘅平台，大力加強針對法團、業管公司、業主同埋住戶嘅宣傳教育，尤其係強調喺進行裝修同埋維修工程嘅時候，佢哋自身嘅法律責任，以及如果發生意外可能引致嘅刑事同埋民事法律嘅後果同埋損失，藉此讓呢啲持份者明白，確保工人嘅安全絕對關乎佢哋嘅切身利益，
並且提供咗誘因，聘用安全記錄良好嘅承建商同埋工人。我十分之高興，勞工處、屋宇署同埋發展局已經接納公署提出嘅所有改善建議，亦已經開始跟進同埋落實部分嘅建議。公署會繼續同呢3個部門積極跟進有關建議嘅落實情況。最後，我希望指出，要提升建造業嘅職安健，政府當局固然必須做好監管嘅工作，但係行業以及其他嘅持份者，包括承建商、工人、工會、各類安全從業員，以至進行裝修同埋維修工程嘅法團、業主、住戶同埋物管公司，亦都責無旁貸。我期望所有持份者一同為保障工地同埋工人安全努力，共同杜絕呢啲陋習，避免意外嘅發生，造福社會。多謝大家。以下嘅時間我會用英文係重點複述。Today, I will announce our findings of the direct investigation operation into the government's regulation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is is by far our largest and most comprehensive direct investigation operation. We have scrutinized over 90,000 pages of documents, conducted many site visits, and studied the issue in depth before completing this operation with a report with 12 chapters proposing a total of 40 major recommendations. Between 2018 and 2023,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recorded a total of 108 fatal industrial accidents,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80% of fatal industrial accidents in all industries. Indeed, one life lost in industrial accident is one too many. The risk is real and safety is the key. To enhance occupational safety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current term government has indeed proactively introduced many targeted improvement measures. For example, the Labour Department has amended the relevant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legislation to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overall levels of penalties to provide greater deterrent, revise various codes of practice to enhanc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and conduct a number of special enforcement operations to curb unsafe operations. The Buildings Department has improved the mechanism for processing renewal of contractors' registration and formulated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Buildings Ordinance to tighten the regulation of contractors. The Development Bureau has strengthened the regulations of contractors on the approved list with unsatisfactory safety performance and made great efforts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mart Site Safety System. The current term government's endeavors are highly commendable. Nevertheless, heart-wrenching fatal industrial accidents will still happen from time to time. The government must continue to step up its efforts to safeguard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workers. In this direct investigation operation, we have made a total of 40 recommendations in 9 major areas to the Labour Department, the Buildings Depart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Bureau. I will elaborate on some of our major recommendations. First of all, regarding high-risk operations such as bamboo scaffolding and lifting operations, our investigation reviewed a number of cases where the competent person or competent examiner have failed to properly inspect the plant or machinery before signing a prescribed form to confirm their safety, or even sign the form in advance. Moreover, when investigating a fatal industrial accident concerning a lifting appliance, the Labour Department found that 2 registered professional engineers acting in the capacity of competent examiners signed the prescribed form to certify that the lifting appliance was in safe working condition, but they actually had not carried out the required tests and examination. These reckless acts of these so-called competent persons and examiners put the life and safety of workers and the public at serious risk. They failed to live up to their obligation and the public's expectation and must bear legal consequences. We consider that the Labour Department must step up monitoring under a multi-pronged approach, including formulating inspection checklist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high-risk operations, requiring
competent persons and examiners to maintain inspection records, and implementing a random checking system. In the long run, the Labour Department should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an electronic platform for contractors and competent persons and examiners to upload inspection records and forms to facilitate monitoring and random checking, so as to curb unprofessional or even fraudulent conduct, such as filling in the inspection date in advance. Secondly, between 2018 and 2023, the average amount of penalty imposed on offenders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legisl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range from merely some 8,000 to 10,500. Such penalty levels were obviously inadequate to deter these reckless acts. We are pleased to learn that with the amended legislation by the current term government, taking effect since April 2023, the levels of penalty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the time limit for prosecution extended. Since the new penalty levels have taken effect for only a short time, the Labour Department should conduct a systemic analysis at a suitable time to review the effectiveness of its prosecution work and the penalties imposed by the court in convicted cases. The third area is about the work of the Buildings Department. The Buildings Departmen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contractors and disciplinary action against non-compliant contractors. Since 2002, the Buildings Department and the Labour Department have established a referral mechanism for the Labour Department to refer convicted cases of registered contractors violating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legislation to the Buildings Department for consideration of disciplinary action. However, we found that the Buildings Department have failed to handle cases referred by the Labour Department. During the decade from 2011 to 2021, the Buildings Department has taken disciplinary action against only one contractor on one occasion. Moreover, in that only case, it took excessively long time for more than 6 years from the occurrence of the fatal accident to the Buildings Department's completion of disciplinary action against that contractor. This reflects the cumbersome and efficient procedures of disciplinary action. We are glad to see that in response to our observations, the Buildings Department has now implemented time indicators for handling cases of disciplinary action and is striving to process backlog cases previously omitted. The fourth area concerns public works projects. Relevant data shows that site safety has obviously been better maintained in public works than in the entire construction industry. While it is not by luck, but achieved by effective regulation, we consider tha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We have randomly selected 12 public works projects involving fatal industrial accidents between 2020 and 2023 and examined the scores given to the contractors concerned or the successful tenderers concerned regarding the site safety performance in the tender evaluation. Although we did not find systemic occurrence of the lower speed wind situation in the tender evaluation of public works, our case studies did show that adequate consideration had not been given to tenderers' previous performance of site safety. The reason is that items relating to the site safety did not weigh much and the score gaps between tenderers were narrow, thereby making only in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overall outcome. During this direct investigation operation, the Development Bureau has introduced a new tender evaluation system whereby a merit or demerit point will be applied having regard to the tenderer's previous performance of site safety. The Bureau should continue to review the tender evaluation system for public works in a timely manner to ensure that only contractors whose performance meets the safety standards would be awarded contracts. Lastly, about technology application, education and publicity.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Bureau has proactively promoted wide adoption of the smart site safety system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covering both public works and private development projects. We recommend that the Bureau review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after the various promotional measures have been implemented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and with reference to the feedback from the industry, step up efforts to encourage and support wider use of the system
in private development projects so as to enhance the site safety by means of technology. As regards education and publicity, we noticed that during 2018 and 2023, fatal accidents from renovation and repair works account for a significant 42% of all accid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Our investigation and site visits found many inadequacies of safety measures and a lack of basic safety awareness among workers,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property owners, and residents. In our view, the Labour Department should step up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among owners, corporations,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owners, and residents through the mass media and the platform of proper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s, stressing in particular the legal liability in relation to renovation and repair works and the legal consequence and financial loss in case of accident. This is to ensure these stakeholders understand that it is in their own interest to protect the safety of work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give them an incentive to engage contractors with good safety records. I'm very pleased to see that the Labour Department, the Buildings Depart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Bureau have accepted all our recommendations and started to implement some of them. We will actively follow up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our recommendations. In the end, I wish to point out that in order to enhance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no doubt the government is duty-bound to carry out effective regulation, but stakeholders within or outside the industry, including contractors, workers, trade unions, other types of safety personnel, as well as owner corporations, owners, residents, and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who are involved in renovation and repair works have a role to play. I hope all the stakeholders will work together to ensure safety and prevent accidents from happening and benefiting the society as a whole. Thank you. 接住落嚟，我哋請呢一個主動調查行動嘅高級調查主任黃靜雅女士嚟到為我哋詳細講解呢個報告。唔該，專員主持，各位早晨。今日我報告嘅主動調查行動係關於政府對建造業職業安全及健康嘅監管。我會同大家先講建造業職安健嘅概況、法例嘅要求，然後講述勞工處嘅工作，即係佢哋對高風險作業嘅規管、佢哋嘅巡查、執法、檢控，同埋對註冊安全審核員同註冊安全主任嘅監管。之後呢，我會講述有關屋宇署對註冊承建商嘅規管、發展局對公務工程嘅監管、創新科技應用、教育培訓、宣傳推廣，最後係公署嘅建議。我哋先睇建造業職安健嘅概況。喺18年去到23年期間，所有行業一共發生咗133宗嘅致命工業意外，而建造業就佔108宗，比例超過80%。而建造業嘅工程呢，主要分為新工程同裝修及維修工程兩大類。新工程呢係指正進行新發展或者重建工程等嘅建築地盤。裝修同維修工程係指樓宇嘅改建、維修、保養同室內裝修等工程。喺18年至到23年發生嘅建造業致命工業意外入邊呢，有63宗，約莫係60%係涉及新工程，45宗，約40%係涉及裝修同維修嘅。如果按意外嘅類別去分析建造業致命工業意外，有52宗，接近一半嘅意外原因係人體從高處墮下。而若果按涉及嘅高風險作業去分析，當中約有20%嘅致命個案係涉及竹棚架。而現行規管職安健嘅主要法例係《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同埋佢哋嘅附屬規例。相關法例訂明，工業經營包括係建築工程嘅東主、僱主同處所佔用人嘅一般責任條文，佢哋有責任喺合理切實可行嘅範圍入邊，盡量去確保佢哋僱用嘅人嘅健康同工作安全。法例亦都規定啦，承建商需要就為期唔少於6星期同僱用10名以上工人嘅建築工程，喺工程開展後嘅7日之內向勞工處作出法定呈報。而由於唔係所有嘅工程都需要做法定呈報，勞工處透過同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同埋房屋署建立住院通報機制，去收集裝修同維修，特別係吊棚嘅資訊。勞工處人員收到通報之後會去做巡查。而
而符合指定規模嘅地盤呢，承建商係需要實施安全管理制度，亦都需要委任註冊安全審核員，至少每6個月去審核呢一個制度，同埋完成安全審核報告。而做審核之前呢，係要通報勞工處，審核報告呢亦都要交俾勞工處。承建商呢亦都需要以全職嘅方式去僱用一名嘅註冊安全主任，去協助促進地盤入邊受僱人士佢哋嘅安全同健康。稍後啦，我會再講佢哋嘅工作。就一啲嘅高風險作業，譬如係竹棚架，包括係懸空式竹棚架，即係俗稱嘅吊棚、吊船、吊運同埋密閉空間。根據法例咧，承建商係需要委任合資格嘅人或者係合資格檢驗員，以下統稱合資格人士去進行檢查或者檢驗。而呢啲合資格人士喺檢查或者檢驗之後咧，需要簽署指定嘅表格，去說明機械或者係裝置處於安全嘅狀態，先至可以俾工人使用。我哋先講針對竹棚架嘅規管。法例定明，承建商需要確保棚架嘅搭建、擴建、更改或者係拆卸，只係可以喺合資格的人嘅監督之下，由曾受足夠訓練同埋具足夠經驗嘅工人去進行。而當工人搭完棚之後呢，合資格的人需要檢查棚架嘅強度同埋穩定性，然後喺表格5，俗稱棚紙上面填寫檢查日期、簽署同埋述明棚架係處於安全操作狀態。棚紙之後呢，要交俾承建商，承建商要按要求去提供俾勞工處查閱。公署嘅調查發現啦，有多宗個案有合資格的人呢預先簽署棚紙嘅情況。勞工處喺22年處理一宗投訴個案嘅時候呢，職安主任喺8月18日去做巡查，見到棚紙上面嘅檢查日期一欄寫咗3個日期，分別係8月1日、15日同埋31日。而合資格的人呢，喺相關嘅欄目就一次過蓋章同埋簽署，而唔係每次嘅檢查去逐一填寫檢查日期、結果同埋簽署。而喺8月31日，職安主任再去做巡查，就發現棚紙上面檢查日期一欄呢寫上9月1日。咁職安主任呢，向棚架上面工作緊嘅工人問話之後，確認棚架嗰日係未經合資格嘅人檢查就已經用緊啦。而因應承建商冇按規定確保每14日由合資格的人檢查棚架就俾工人使用，勞工處提出檢控，承建商被法庭罰款4500蚊。而喺另一種嘅個案呢，係勞工處喺23年處理嘅投訴，涉及個竹棚未搭建完畢，合資格嘅人呢就已經簽署咗棚紙。喺呢種個案呢，係有住宅單位需要喺外牆搭建吊棚，去進行更換外牆嘅去水喉工程。勞工處呢喺7月去做調查，涉嘅合資格的人呢向勞工處承認有一張佢喺6月簽署嘅棚紙係喺搭棚之前已經簽訂，用嚟通知管理公司佢將會搭棚。而經調查之後啦，勞工處就搭棚公司未有按該處嘅要求去提供棚紙，同埋涉嘅合資格的人冇交付棚紙俾承建商而提出檢控。該名合資格的人呢喺審訊之後被判處罰款7000元。而喺24年1月，公署人員呢隨同勞工處職安主任去做實地視察。嗰一日呢，喺私人大廈嘅天台有棚架圍封，職安主任呢發現棚架上面展示一張棚紙，合資格嘅人呢已經簽署確認已經檢查棚架，而結果係個棚架處於安全操作狀態。但係檢查日期一欄呢就填上公署視察當日之後2日嘅日期。而喺24年1月啦，公署同勞工處去做另一個實地視察，跟進一宗涉及竹棚架唔安全作業嘅投訴。我哋見到涉嘅棚架呢係覆蓋2棟相連大廈嘅地下去到1樓。我哋見到現場嘅4名工人都係冇戴安全帽，而喺棚架上面工作嘅2名工人呢，亦都冇正確咁使用全身式嘅安全帶。現場呢亦都冇設置獨立嘅救生繩去俾工人使用。而另外啦，根據勞工處嘅規定呢，合資格的人應該係喺一旁監督工人，而唔能夠參與搭棚嘅工作。但係現場呢一名嘅合資格嘅人呢，就違反規定參與咗搭棚工作。勞工處呢因應現場唔安全嘅情況啦，向負責人發出咗2張嘅暫時停工通知書，要佢哋立即停工。喺24年2月啦，公署人員呢同勞工處去某個屋苑去視察管理公司通報嘅吊棚工程。公署人員見到呢有一名嘅搭棚工人半身就喺個窗外，準備喺單位外面嘅花槽去裝一個狗臂架。
佢雖然係有佩戴安全帽同埋着全新式嘅安全吊帶，但係嗰個喺安全吊帶嘅尾繩呢，就係扣翻喺安全吊帶上面，而唔係扣喺獨立嘅救生繩。而當時單位外呢，已經裝咗有眼螺栓，即係行內俗稱嘅羊眼圈，同埋掛住咗救生繩，但係呢，就未經合資格檢驗員去檢驗。救生繩呢，亦都冇裝上防墮扣。物業管理公司嘅人員呢，嘗試去解釋，搭棚工程呢未開始，要裝咗有眼螺栓先至可以檢驗。而職安主任就同佢講，只係有經過檢驗嘅有眼螺栓先至可以使用。而嗰名工人呢，已經半身喺個窗外做緊嘢，已經係做緊搭棚嘅工程。咁我哋見到啦，物業公司嘅人員呢，其實佢哋對安全嘅要求唔係咁了解。而因應現場嘅環境呢，職安主任呢亦都即時發出咗暫時停工通知書，叫停工人嘅工作。咁除咗竹棚架之外呢，公署亦都見到喺吊運工作入邊，合資格人士冇妥善檢驗機械嘅情況。勞工處喺23年調查一宗涉及起重機嘅致命意外嘅時候，發現有2名身為註冊專業工程師嘅合資格檢驗員去簽署多張嘅表格，去說明起重機係處於個安全嘅操作狀態。但係勞工處發現佢哋其實係冇進行所需要嘅測試同埋檢驗。公署認為咧，勞工處必須多管齊下咁加強監察各類高風險作業嘅合資格人士。而現時咧，勞工處有就各類嘅高風險作業發出工作守則，訂明合資格人士要點樣檢查同埋檢驗，但係一般就冇提供檢查清單。法例咧亦都只係要求合資格人士喺檢查或者檢驗之後簽署指定表格，說明裝置或者機械係處於安全嘅操作狀態，然後俾承建商保存，等勞工處查閱。而至於合資格人士實際嘅檢查或者檢驗記錄呢，勞工處按風險為本嘅原則有唔同嘅要求。例如起重機裝置同起重裝置工作守則就訂明，合資格人士應該備存日誌簿，將檢查或者係檢驗嘅結果同埋發現欠妥嘅地方記錄在內。而吊船呢，工作守則只係建議開立工作日誌，以便作出個記錄。竹棚架呢就完全冇相關備存檢查記錄嘅規定或者建議。咁公署建議勞工處呢研究就各種嘅高風險作業去制定檢查清單範本，要求備存記錄。長遠嚟講，應該研究建立電子平台去俾承建商同埋合資格人士去上載檢查記錄同埋表格，以便抽查同埋監察。跟住呢，我會講勞工處嘅巡查工作，主要係分為4類，包括係日常安全巡查、地區巡邏、特別執法行動同埋全面和深入嘅巡查。咁我會重點去講全面和深入嘅巡查。呢類巡查呢，主要係針對高風險作業或者工序、安全表現欠佳或者係安全系統性存疑嘅建築地盤。勞工處會派遣較多嘅職安主任，通常有8至10名，巡查嘅時間亦都會較長。而呢類嘅巡查可以有更加好嘅執法效果，嚟到收阻嚇作用。勞工處現時嘅目標係每年為40個建築地盤進行呢一類嘅安全巡查。公署喺一啲嘅致命意外個案入邊呢，留意到呢一類嘅全面和深入嘅安全巡查有改善嘅空間。例如喺報告入邊嘅個案4，一個私人工程嘅新項目，一名工人喺竹棚跌落嚟，然後死亡。咁我哋睇翻事故之前2年啦，勞工處曾經就住地盤向總承建商發出咗30張嘅敦促改善通知書，當中12張呢係涉及唔同範疇嘅不安全高空工作。勞工處提出咗4宗嘅檢控，其中一個係涉及高空工作嘅。而勞工處呢亦都曾經就住地盤發生嘅受傷個案做過14宗嘅調查。咁我哋見到啦，呢個地盤嘅安全系統性存疑，但係勞工處就冇啟動全面和深入嘅巡查。而另一宗涉及裝修維修嘅事故呢，係報告入邊嘅個案8，同樣呢係涉及高處墮下嘅死亡事故。咁我哋睇翻巡查記錄啦，勞工處喺事發前不足3個月，曾經進行全面和深入嘅巡查，向總承建商同埋多名嘅次承建商發出咗17張嘅敦促改善通知書，同埋提出咗13項嘅檢控，當中都包括走高空工作嘅違規情況。但係可惜呢，都係未能防範意外嘅發生。公署認為啦，勞工處投入咗大量嘅資源去進行全面同深入嘅巡查，務須係盡力確保係有成效。
我哋建議勞工處檢視進行全面同深入巡查嘅行動指引，務求更加精準咁去揀選高風險嘅地盤，去做適切嘅跟進，同埋適切咁跟進巡查嘅地盤，確保工地安全從系統上面得到改善。跟住呢，就係有關勞工處嘅執法同檢控工作。整體而言，喺2018去到2023年期間，每年被判罪成嘅個案由1100幾宗去到1800幾宗不等，而每年平均嘅罰款金額就由8000幾去到1萬幾不等。而喺呢6年期間呢，因違反職安健法例而被定罪嘅承建商最多被定罪77次，其次係被定罪56次，可見部分承建商呢係一個慣犯。公署欣悉咧，喺23年4月生效經修訂嘅職安健法例，大幅增加咗罰則同埋延長檢控時限。針對東主、僱主同處所佔用人嘅一般責任條文下嘅罪行，勞工處可以循可公訴罪行形式提出檢控，最高罰款額同最高監禁年期分別提升到去1000萬元同埋監禁2年。鑑於致命工業意外仍然發生，公署認為勞工處必須嚴厲執法同埋把握延長嘅檢控時間，盡力去搜證，亦都應該喺合適嘅個案以公訴程序提出檢控嚟到增加阻嚇力。勞工處亦都應該喺新罰則實施咗一段時間之後，進行系統性嘅分析，檢視佢哋嘅檢控工作同埋法庭嘅判罰。頭先講到法例有關註冊安全審核員同註冊安全主任嘅規定。註冊安全審核員嘅工作係每6個月就地盤嘅安全管理制度進行至少1次嘅安全審核，去評估地盤嘅安全管理制度嘅各個元素，並且向承建商提出改善建議。而註冊安全主任嘅職責係協助承建商去促進地盤入邊受僱人嘅健康同安全，就應該採取嘅職安健措施向承建商提供意見。兩類嘅安全從業員都需要獲勞工處處長註冊。公署發現喺18至23年呢6年期間，勞工處只係曾經4次視察註冊安全審核員進行安全審核嘅過程，次數可謂嚴重偏低。而另一方面根據現行嘅機制，如果註冊安全審核員同註冊安全主任佢哋工作嘅建築地盤曾經發生嚴重或者致命嘅工業意外，或者佢哋嘅工作表現或者專業操守被投訴嘅話就會俾勞工處列入為期1年嘅監察名單。但公署發現勞工處對於被列入監察名單嘅註冊安全審核員同註冊安全主任嘅監察甚為被動。喺1年嘅監察期，往往只係同註冊安全主任會面1次，同埋檢查註冊安全審核員有冇適時提交審核報告。喺冇發現明顯不足之後就會將佢哋從監察名單除名。公署建議勞工處應該更加主動咁去跟進監察名單上面註冊安全審核員同埋註冊安全主任，例如加多去觀察佢哋喺地盤嘅實際工作表現，同埋審核佢哋提交嘅報告，去協助佢哋提升工作質素。咁依家我哋睇睇屋宇署對於註冊承建商嘅監管。建築物條例設有承建商註冊制度，屋宇署係註冊當局。就因建築工程涉及傷亡或者係其他嚴重事故嘅註冊承建商，屋宇署可以採取紀律處分、拒絕註冊續期同埋提出檢控。喺2002年，屋宇署同勞工處訂立咗紀律處分嘅轉介機制，指引定明屋宇署會按2項嘅準則去考慮對註冊承建商進行紀律處分。第一項嘅準則，承建商喺一段連續6個月嘅期間，喺單一地盤觸犯5項或以上涉及建築工程有關嘅勞工安全罪行而被定罪。第二項準則係建築工程涉及嚴重事故嘅勞工安全罪行而被定罪。只要註冊承建商觸犯其中一項嘅準則，屋宇署都可以轉介去做紀律處分。勞工處每個月會向屋宇署提供承建商違反職安健法例被定罪嘅個案列表。公署調查發現喺2011去到2021年呢10年間，喺轉介機制之下屋宇署只係曾經向1間嘅承建商進行1次嘅紀律處分。屋宇署向公署承認，過往誤以為勞工處會每個月提供定罪個案列表以外，主動提供個案嘅詳細資料，所以佢哋冇進一步跟進。
咁公署欣悉屋宇署從善如流，而家努力跟進過往遺留嘅個案，亦都要求勞工處提供2015去到2023年期間58宗個案嘅詳細資料，並陸續諮詢法律意見，盡快將當中確立需要展開紀律處分程序嘅個案轉介去承建商紀律委員會處理。咁頭先提到嘅唯一嘅紀律處分個案呢，由致命事故喺2009年發生，直到屋宇署喺2015年底完成紀律處分呢，歷時超過6年。公署分析咗事件，發現呢當中有多處嘅延誤，包括屋宇署喺收到勞工處嘅轉介1年之後，先完成分析同埋要求勞工處提供詳細嘅個案資料，而喺獲得提供資料嘅1年後，先徵詢法律意見。我哋見到紀律處分嘅程序冗長同埋效率低。因應公署提出嘅觀察啦，屋宇署亦都認同需要改革處理嗰個嘅效率，由2023年10月起落實新嘅安排，同埋喺2025年初制定同埋實施處理紀律處分個案嘅時間指標。與此同時發展局已經就修訂建築物條例嘅建議展開公眾諮詢，部分建議涉及優化紀律處分制度，包括簡化註冊承建商紀律委員會嘅組成、上調紀律處分嘅最高罰款等。公署建議屋宇署設立內部嘅監察機制，確保所有由勞工處轉介嘅定罪個案獲適時嘅跟進，嚟到考慮對違規嘅承建商展開紀律處分行動。屋宇署同發展局亦應該盡快完成修訂建築物條例。至於發展局對公務工程嘅監管，喺18年去23年嘅期間，整體嘅建造業一共發生咗108宗嘅致命工業意外，其中15宗約14%發生係喺公務工程工地，而喺公務工程工地嘅每1000名工人嘅意外率明顯係比整體為低。公務工程嘅工地安全表現顯然係比整體嘅建造業為佳。喺公務工程嘅標書評審方面可以分為2大部分，分別係價格同埋技術能力同表現。視乎工程性質，技術評分可以佔整體標書評分嘅4至5成。公務工程合約有2種嘅評審標書制度，第一種係公式制度，適用於複雜性屬一般嘅工程。投標者嘅過往整體表現分數主要係相等於表現分數同安全分數嘅總和。表現分數係根據承建商喺過往3年喺公務工程合約嘅表現計算，而工地安全係其中一個元素。安全分數就係根據承建商過往3年公務工程合約嘅意外率計算。咁總體而言有關工地安全嘅評分佔承建商過往整體表現評分嘅3成。另一種係評分制度，適用於規模較大、工程較複雜嘅工程合約。公務部門會為投標者嘅經驗、過往表現、技術方案等多方面評分。當中過往表現嘅評分就包括工地安全同埋安全分數。工地安全同埋安全分數共佔8至12分，都係佔過往表現嘅3成。公署審研咗喺2020年去到2023年期間發生致命工業意外嘅12份公務工程合約嘅標書，審研咗項目嘅承建商，即係中標者，佢喺標書評審入邊同工地安全表現有關嘅分數，其中4份係按公式制度評分，另外8份係按評分制度評分嘅。我哋會重點睇下其中2份嘅工程合約。首先係報告入邊嘅工程合約 G， 呢一個工程嘅標書評審係按公式制度去評分嘅。我哋見到啦，喺15名嘅投標者入邊中標者佢嘅表現分數排第9，安全分數排第8，過往整體表現就排第10。但係因為佢嘅價格排第1，而價格所佔嘅比重係6成，所以佢哋投得個合約。而我哋再睇有關安全分數嘅細分，安全分數表滿分係10分，中標者即使只係排第8都有8.5分，同第1名攞10分嘅佢哋都只係相差1.5分。可見投標者之間喺安全分數嘅得分差異係唔顯著㗎。我哋再睇另一份嘅工程合約，係報告入邊嘅工程合約 E， 呢一個工程嘅標書係按評分制度去評分嘅。喺8份標書入邊中標者嘅安全分數同工地安全係排最尾，佢哋嘅安全分數方面較
低嘅得分呢，係因為承建商喺截標之前嘅5年期內，有約15%嘅季度評核報告喺工地安全方面取得差劣評分。發展局就話啦，佢哋獲得差劣評分嘅原因係因為佢哋嘅工地實施嘅安全措施有不足之處，其後呢已經主動採取改善措施，亦都有明顯嘅改善。而另一方面啦，中標者佢喺其他嘅評標準則入邊，包括係經驗、技術資源同埋技術方案入邊呢，攞得較高嘅分數，咁所以綜合考慮後呢，就將個合約批咗俾佢。同樣地呢，我哋見到投標者佢嘅工地安全嘅得分差異呢，都係唔明顯嘅。咁公署審完咗多份標書之後呢，發現有唔少中標者佢哋嘅工地安全相關嘅分項嘅得分呢，表現較弱，甚至係喺所有嘅投標者之中呢，排最後。好似頭先提到嘅2份合約，但係當計入其他嘅評審考慮之後呢，中標者呢仍然能夠憑價格或者係技術評分而成功取得個合約。公署認為啦，工地安全有關嘅評分項目所佔嘅分數唔高，而投標者之間嘅分數差異輕微，難以影響整體嘅評審結果。喺公署展開呢項主動調查之後呢，發展局採取咗改善措施。由於公式制度同埋評分制度呢，都只係考慮承建商過往喺公務工程合約嘅安全表現。發展局喺23年11月引入新嘅機制，若果承建商喺公務工程同埋私人嘅建築項目過往嘅工地安全記錄良好嘅話呢，相應嘅地方會獲額外1分。相反啊，如果承建商過往涉及嚴重嘅工地事故，而發展局認為承建商係要負責，相應嘅評分就會減0.5或者係1分。公署建議發展局呢繼續適時去檢討公務工程標書嘅評審制度，確保呢只有安全水平達到標準嘅承建商先至可以投得項目。而喺創新科技應用方面呢，發展局呢近年致力推廣應用安全智慧工地系統嚟到提升工地安全。發展局喺23年2月發出嘅公務技術通告，要求超過3000萬嘅公務工程合約必須係應用安全智慧工地系統。而根據發展局嘅數據，喺全面應用系統之後呢，雖然冇公務工程工地發生致命意外，不過呢仲有其他意外。咁公署建議發展局啦，詳細檢討意外嘅原因，並且推出相應嘅改善措施，將意外嘅教訓去分享俾業界，確保呢個系統可以發揮最大嘅效用。發展局咧喺18年10月成立咗10億嘅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去鼓勵業界廣泛採用創新嘅建築方法同埋科技，去促進生產力、改善工地安全等。而基金係由建造業議會負責管理。發展局同埋建造業議會咧喺23年4月咧都推出咗新措施，將每間公司可以獲基金資助嘅額由600萬上調到去750萬。而新增嘅150萬呢，就必須用喺安全智慧工地系統嚟到鼓勵業界去應用系統。而自2024年呢，政府當局亦都接連推出唔同嘅措施，加大力度去推動私人發展項目去應用安全智慧工地，例如推出安全智慧工地系統嘅標籤計劃。屋宇署呢亦都推出咗強制措施，凡預算建築成本超過3000萬，涉及使用流動機械同埋塔式起重機嘅建築工程呢，承建商都必須採用相關嘅安全智慧工地嘅警報系統。公署建議發展局呢適時檢視應用嘅情況，針對業界嘅回饋，加大力度去鼓勵同埋支援私人工地去應用呢一個系統。接住呢，就係有關安全教育。根據法例規定啦，地盤工人以及從事指明高風險行業、進行高風險活動或者係操作高風險機械嘅人士啦，都必須接受獲勞工處認可嘅強制性安全訓練課程，並係取得證書。平安卡課程呢，就係其中一個啦。勞工處除咗審批強制性安全訓練課程嘅認可申請同埋導師嘅提名，亦都會透過突擊巡查同埋處理投訴，去監察課程營辦機構同埋佢哋嘅導師嘅質素。勞工處咧喺2024年公布咗多宗營辦機構涉及嚴重違規嘅個案，包括喺考試期間容許學員之間討論答案、授課時間不足，以及係允許未完成實習嘅學員參加考試。呢啲違規嘅情況咧，無疑都會影響市民嘅信心。
公署建議啦，勞工處應該加強監測強制性安全訓練課程嘅營辦機構同埋導師，適時進行突擊視察行動，嚟到確保課程營辦機構同埋導師嘅質素。而另一方面啦，公署審研嘅致命意外個案都顯示，私人工程對於工地嘅人員，無論係工人或者係監工，佢哋嘅安全培訓都有所不足。公務工程嘅傷亡咧，明顯都係較建造業整體為佳。公署認為咧，咁樣好可能係同公務工程佢哋嘅安全訓練有關。而現時咧，公務工程合約係要求承建商需要安排工人、工地監工同埋管理層去完成指定嘅安全訓練，所需嘅費用咧已經包含咗喺公務工程嘅合約金額入邊。公署建議發展局咧同建造業議會去分享公務工程安全訓練嘅經驗，俾建造業議會去考慮提供資助作為誘因，將安全訓練推廣到去私人嘅工程，嚟到提升工地嘅安全水平。最後呢，就係有關宣傳推廣。開段嘅時候提到有45宗嘅個案，超過40%嘅建造業致命意外呢係涉及裝修同維修嘅。而當中呢，除咗16宗係有按法例嘅要求喺意外之前向勞工處作出法定呈報之外呢，其他係冇自願通報嘅。咁而綜合致命意外嘅個案研究同埋公署嘅實地視察，公署發現呢，裝修同維修工程呢有多項嘅安全問題，例如係工人冇佩戴安全帽、錯誤甚至係冇使用全身式安全帶，有單位嘅住客並無為工人去提供合適嘅出入口通道同埋安全帶嘅牢固點，物業管理公司人員同住客都唔認識吊棚嘅安全要求，反映工人以至係物業管理公司業主同埋住戶都欠缺安全意識。公署理解啦，全港嘅裝修同維修嘅工程數量龐大，好難去單靠勞工處去確保呢一類嘅工程嘅安全水平。物業管理公司、法團、業主同埋住戶都應該發揮共同嘅監察角色。事實上呢，佢哋都屬於職安健法例下嘅處所佔用人，有佢哋嘅法律責任。然而咧，根據公署嘅觀察咧，市民大眾對於裝修同維修嘅時候，佢哋自身嘅法律責任同埋被索償嘅風險唔係咁了解，誤以為咧只係有承建商先至會需要負上責任。公署建議勞工處咧大力咁加強針對業主、法團、物業管理公司同埋住戶嘅宣傳教育，尤其係強調喺進行裝修同維修工程時候，佢哋嘅自身法律責任同埋如果有意外可以引致嘅法律後果同埋損失。整體而言，公署就9大範疇，包括勞工處對高風險作業嘅規管、勞工處嘅巡查工作、勞工處嘅執法同檢控工作、勞工處對註冊安全審核員同註冊安全主任嘅監管、屋宇署對註冊承建商嘅規管、發展局對公務工程同承建商嘅監管、創新科技應用、安全教育培訓以及宣傳推廣，提出咗總共40項嘅改善建議。咁公署欣悉勞工處、屋宇署同埋發展局都接納公署提出嘅所有改善建議。咁我個報告嚟到呢度，多謝大家，將時間交翻俾主持。接住落嚟係傳媒答問嘅時間。歡迎傳媒就住剛才嘅報告提出問題。好，先請中間呢一位女士啊，請你先講出你所代表嘅傳媒機構。Good afternoon. Some English questions from RTHK. So because you mentioned that some examiners did not carry out inspections before signing the form to certify the safety, so is there a lack of an inspection checklist right now? And also, how can an electronic platform help with monitoring?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question. It's a very good question. And our investigation reveals that there is discrepancy in the certified person and the examiners. The mechanism of checking the safety of this operation and appliance. And what we can do to enhance the work is, number one, we recommend the Labor Department to require these examiners or certified persons to fill in a checklist of things that
they have to, when they're checking the safety of these operations or appliances, they have to refer to the checklist to make sure that all the items on the checklist have been thoroughly checked, and also to fill in certain prescribed form, and also how it can help via electronic means is we propose to have a platform for these examiners to download the examination records so that it could be easily checked by the Labor Department and real time, and also make sure that they cannot fill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in advance because it's a real time electronic platform. Thank you. 係中間黃色衫呢一位。係唔該專員港台記者嚟嘅，想問下嗰、關於高風險作業規管嗰度咧，你頭先提到話合資格人士即係如果做咗頭先提到嘅行為之後咧，要受到法律制裁啦。其實佢哋而家嗰個違法成本係點咧？嚟緊應唔應該即係提升嗰個阻嚇力咧？喺罰則嗰度。另外就係、你哋都有啲建議係你嘅建議俾勞工處噶嘛。咁佢哋嗰個初步反應都話接納啦，但係有冇啲實施嘅時間表咧？例如話引入嗰個嘅樣本啊，同個範本啊，同埋一個抽查制度，佢哋有冇反映過？譬如話佢哋人手夠唔夠去做呢啲工作，有冇啲難度要面對咧？唔該。係，多謝你嘅問題。首先講嗰個係嗰個我哋點樣跟進我哋啲建議咧，其實就唔單止係呢一個主動調查，係其實所有嘅主動調查咧，我哋都會落實去跟進嘅。我哋有一個好嚴謹嘅機制咧，係去確保相關嘅政府部門或者公營機構咧，係唔單止係要接納，係要落實我哋啲建議。我哋過往嘅記錄相當之好，100%。我喺立法會亦都講過，點解我哋有信心可以做到100%嘅話咧？因為我哋追住啲機構同埋啲部門，一定要做到去落實為止。你唔落實咧，你係走唔得嘅。咁所以佢哋都知道，部門同埋機構知道公署講咗咧，佢哋要做㗎啦。如果唔做嘅話咧，公署咧係會定時去追，亦都會問點解個進度，點解唔可以加快啲啊等等，直至所有嘅建議咧係完全落實為止。至於頭先嗰個罰則咧，我哋喺我嘅開場白同埋頭先黃小姐、黃主任講嘅時候都有講過，就嗰個罰則咧係有喺度，不過咧奈何咧就喺法庭判嘅時候咧係判得相對係輕微。以過往10幾年咧嘅違反呢個職安健嘅法例咧，嗰個罰款咧都係由8000蚊至15000蚊之間。咁相對於高昂嘅建造費用啊，同埋巨大嘅收益咧，呢啲根本就冇阻嚇嘅作用，亦都係好少係判一啲監禁，就算有咧都係緩刑嘅。咁肯定係對嗰個執法方面咧，係對嗰個阻嚇力咧一定係大降低嘅。咁我哋亦都欣悉喺今一屆政府咧的而且確咧係做咗好多針對性嘅措施去解決呢個問題嘅，包括將嗰個職安健嘅法例修改啦，大幅度加強罰則啦，個檢控期又可以延長啦，等等都睇到今一屆政府係好着意去將呢個係工地安全嘅問題咧係搞好嘅。係前面嗰一位男士。你好，明報嘅，想問一問咧，今次嘅呢一個報告入邊咧，就有提到話屋宇署即係誤以為勞工處嗰邊會即係俾啲詳細嘅資料啦。咁所以係咪即係以往嘅個案入邊咧，其實有出現過屋宇署冇一啲詳細嘅資料，所以佢跟進唔到咧？咁而09年有一單嘅致命事故，屋宇署15年先至做紀律處分嘅嗰宗嘅意外，其實係涉及啲咩嘅意外咧？而家紀律處分時間即係有一個指標，大概係幾時咁樣咧？咁而之前遺漏咗嘅58宗嘅定罪嘅個案咧，目前嗰個進度即係跟進嘅進度係大概點啦？幾時開始跟翻啦？同埋有9宗即係未有適當跟進嘅個案，而家嘅狀況係點樣咧？應該多謝你嘅問題嚇。我哋嘅主動調查所得咧，就發覺係有一個好明顯嘅遺漏啦。本來係一個好好嘅轉介機制。如果係勞工處發現有呢啲承建商係違反呢個職安健嘅條例嘅話咧，就會將呢啲資料咧就轉介俾屋宇署去跟進個紀律處分，因為屋宇署係負責呢啲承建商嘅註冊嘅，佢係監管當局。咁有2個準則就應該就要採取紀律處分嘅。第一個咧就喺同一個工地即係個詳細嘅資料咧，就同一個工地
喺6年之內有5次嘅一個違反呢個規例呢，就係違反咗呢個準則啦。呢個係第一條。第二個呢，就係喺嗰個地盤呢個承建商負責嘅地盤裏面發生工業意外而被定罪，即係同佢有關係㗎啦。咁2個準則是但中一個呢，屋宇署就應該係展開紀律調查。但係喺我哋調查所得過往咗10幾年呢，屋宇署係冇去跟進呢一個咁嘅紀律處分。佢因為佢嘅辯解呢，就係話佢哋覺得呢，就係只係需要做第一個準則嘅啫。咁而第二個準則呢，就係要需要勞工處俾更詳細嘅資料俾佢哋至會採取行動嘅。咁因為佢冇收到啲資料呢，就覺得佢唔使做咁樣。咁就算係睇翻唯一會做過2009年嗰單個案呢，我哋都覺得係雖然係真係展開咗嗰個紀律處分，但係呢要竟然用咗6年時間，咁呢個一定係太過冗長，同埋亦都冇效率啦。我哋亦都發覺點解會用咗6年時間呢？我哋真係詳細分析，就係勞工處轉介咗俾屋宇署之後呢，屋宇署要用咗1年時間去分析個案，之後仲要問勞工處攞更加多嘅資料。咁勞工處俾咗啲資料屋宇署呢，屋宇署又要等多1年呢，至去攞法律意見。咁前後後呢，就搞咗6年時間呢，就過長。至於啲詳細資料呢，因為我哋個案全部都要保密嘅，就我哋唔可以再透露進一步嘅資料。多謝。係中間後面呢一位。你好，《星島日報》想問下關於提到話有一啲承建商喺6年期間定罪高達70幾次、50幾次啦。想問下點解即係呢啲承建商可以被定罪咁多次，仍然可以參加呢個建造業嘅工作呢？會唔會喺機制上面去禁止一啲被定罪多次嘅承建商去繼續參與呢個承建呢？唔該。係，多謝你個問題。你個問題都係問得相當之好。呢個正正係我哋主動調查嘅其中一個重要嘅部分。點樣係要係確保呢一啲係喺安全工地安全方面係以往業績係好差劣績嘅人係唔可以得到啲工程呢？呢個我哋就同發展局呢就有咗好多嘅建議嘅。咁佢哋都欣然接受。我亦都知道今屆政府呢喺發展局呢亦都做咗大量嘅工作，點樣去將呢一個工地安全呢方面呢，喺嗰個係政府公務工程合約方面個評審嗰度呢係反映得到。頭先亦都講過啦，佢哋而家有個可加可減嘅分數，即係如果係做得好嘅可以加分，做得唔好嘅呢就減分。呢個都係一個好嘅方向。咁另一個我哋覺得呢，就要睇佢嗰個比重。現時嚟講睇到呢，喺工地安全方面嘅比重係相對低嘅。主要都係60%都係講嗰個價格。咁其他呢，就係嗰個係佢本身嗰個工程嗰個係內容嗰個技術方面嘅評分。工地安全呢，只係10%，相對係少嘅。同埋就算係俾翻10%呢，佢都就係因為佢本身投標者相差呢，都係頭先都有講啦，可能係差0.5分啊1分，基本上對整體嘅比重嚟講係冇乜影響力嘅。所以呢方面應該要可以改進嘅。多謝。明報嘅，想追問一少少咧，就係今次呢個報告咧，其實2022年9月就已經宣布咗調查啦。咁點解而家先至會發表呢個調查嘅結果呢？咁另外就係公署咧，其實23年10月亦都有宣布，即係會主動調查一個政府網站同埋社交媒體帳戶嘅檔案管理。咁呢一個嘅調查報告大概幾時會公布結果呢？咁另外就係公署網頁其實舊年全年都冇列出呢個公開資料守則個案嘅投訴嘅個案啦。咁係咪過去呢1年至今其實都係冇相關嘅投訴接獲到咁樣呢？係啦，咁另外就係最後見到而家呢一個報告入邊咧，就有講話一啲一啲檢驗合資格人士嘅嗰啲記錄咧，就備存嘅規定係唔一樣啦。咁例如棚架就冇呢個備存嘅記錄嘅要求咁樣嘅。咁會唔會話其實仲有啲乜嘢嘅職安嘅記錄其實係需要備存記錄，但係目前亦都係未有呢個規定咧？嚟緊係咪應該都要立法將呢啲嘅備存記錄將佢納入去法例嘅規管度？
好啊，多謝你嘅問題嚇，逐個嘗試去答啦嚇。就先講嗰個點解用咗咁長時間做呢個主動調查，的而且確係比一般係長。點解呢？因為我頭先都有講啦，呢個係差唔多我哋歷史上呢，或者近年來呢最大型嘅一個調查。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係要幾大量嘅工作。頭先我用具體少少嘅數字啦，就總共我哋人手不多嘅，其實真係唔多㗎。黃主任盧總主任簡總長咁首長幾位係去做呢？係睇咗40箱嘅文件啊！40箱文件即係幾多呢？係9萬頁。睇9萬頁嘅文件係咩個概念呢？我將佢鋪平晒喺一個足球場，標準足球場係填滿嘅，即係我哋要填滿睇晒填滿一個足球場嘅每一個文件，唔係睇，係真係研究。如果唔係揾唔到咁多資料出嚟。呢調查呢個案呢，人家一定唔會係主動俾啲資料帶你去點樣調查，係一定要我哋去用心去鑽研，至揾到咁多嘅資料。呢啲係我哋調查主任嘅功勞嚟嘅，所以我哋亦都係做咗係40個建議，亦都係我哋歷年嚟呢係最多建議嘅一個主動調查。亦呢40個建議呢，亦都係全部俾呢3個部門呢係完全接納得到。咁你話頭先講話嗰個係關於嗰個政府網頁嗰個調查呢，我只可以講呢，當我哋適當嘅時候呢，我哋就會公佈。呢個係同我哋一貫對主動調查嘅方法都係咁嘅。我哋到時係有需要公佈，我哋就公佈啦嚇。我哋期間就冇講嗰啲進展啊等等嘅。第3個呢，就係講話嗰個係公開資料守則呢，呢啲嘅申訴個案呢係有嘅，係陸續都有收到嘅。因為我每一個個案我都有睇嘅，所以我都知道係有呢個案嘅。咁我哋都係正常方法去查。至於我有冇公佈呢？呢個睇視乎需要嘅。我哋公佈嘅資料，我哋每年4000幾個個案嚇，8000幾個查詢。咁我哋冇理由將8000幾個查詢、4000幾個個案全部擺晒上網㗎嘛？係咪？大家都唔想話有個咁嘅太多資料喺度泛濫啦嚇。咁所以我哋都係揀啲有需要市民或者政府或者機構係需要關注，或者傳媒係想關注、需要關注嘅呢，嗰啲重點嘅個案呢，我哋會擺上去嘅。如果唔係重點嘅話呢，係冇乜需要擺上去。咁至於你話頭先講即係嗰個點樣跟進嗰度呢，係咪立法嗰度呢？我哋總共40個建議嘅。咁呢度包含9個大範疇，相關嘅部門都就係接受嘅。咁我哋會睇佢哋點樣跟進呢，我哋會係密切留意。多謝。傳媒朋友係中間呢一位後面嘅。係專員你好，專員你好 TVB 啊，想問下啱啱有講到好多唔同範疇嘅問題啦，可能要大聲少少。喂，想問下啱啱有講到好多唔同範疇嘅問題，有冇話邊一個環節其實係發現係最嚴重或者最令到你哋諗唔到，可能喺嗰個環節出咗問題就令到有咁多意外發生啦？咁而喺咁多個範疇入面，有冇話邊一個其實係最迫切要去解決嘅，或者而家其實做少少嘢就好容易見到成效，我覺得應該要解決咗先嘅。唔該。係多謝啊，問得好好。的而且確40個建議9個範疇。係咪個個都重要呢？個個都重要，但係有冇啲先啲，有啲後啲嘅啊？我諗呢個就我交翻俾相關嘅部門去考慮啦。但係如果你問呢，當然係嗰啲安全檢查嗰個緊要啦。頭先都講過，竟然係有2個所謂嘅註冊工程師係要去檢查2個吊機是否安全，佢竟然係完全冇檢查過就簽咗安全，呢係罔顧人命、罔顧公眾嘅安全。一定係要受到法律嘅制裁，咁呢啲就要做咗先啦。或者棚架，頭先講都係啦，即係我哋喺社會上都見到好多周圍都有棚架啦。每年亦都有好多呢啲搭棚嘅個案啦，亦都有不少嘅意外發生，亦都發覺有啲人檢查方面巡查得不足，佢哋竟然係可以預先簽咗啲安全紙、啲棚紙，有個甚至乎係離譜到都未搭完啊，佢已經 certify 即係簽署咗佢安全嘅，呢啲係完全係荒唐嘅行為。我哋覺得一定要受到法律嘅制裁，一定要取締。呢啲可能我建議部門都係即係快啲做啦，呢啲工作好嗎？請問傳媒朋友仲有冇咩提問？
如果冇其他提問嘅話咧，咁我哋就結束呢一個嘅新聞發佈會。多謝大家出席。